那从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108年到111年这4年的时间，已经投入了34亿余元来建设我们农村地区的农路跟水路，整个的经费大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西北地区，还有我们的大北门地区。其实每一年都在增加农水路的这个经费。从108年呢，我们农地重划区的市预算编列1.5亿，那到109年呢1.7亿，那再来110年呢1.9亿，那到111年呢就编了2.9亿，所以这个经费一直在增加，就表示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农村，那也非常希望呢农民有一个好的一个生产环境，那让他们的这个耕作生活都更加的便利跟舒适。这条啦，做得真正袂歹。拄啊，做咧，因为这条路我时常有当时自己行4、5届啦。前迄去做好，我咧甲看吼，这条路真正有照去讲爱做，就是讲有认真做啦。本来是泡泡暖暖吼，这都来管改善安尼吼，对这农民非常好啦。咧收割啦，路种啥，骑车也较安全啦。无这。咧做事拢一寡老人吼，骑车那个路歹，影会跋倒吼，较无方便啦。感谢市长市政府甲咱做这样的水的路啦。那我们今年呢，111年我们还要投入我们西港14这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这个改善。那么总改善的面积大概呢会有500公顷，那总投入的经费呢会有4700多万。那我们会改善15条的农路，15条的水路，那总长度大概有7400多公尺，而且呢还会做200座的耕作板桥。那这个地方呢，他们种植水稻、胡麻，所以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改善完了之后呢，会对当地的一个农业生产环境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西港哈，西港也是台南的一个农村的地方。那农路是农民这个很多农产品进出很重要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地方原来只有2.9米的宽度要会车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4.9米，增加到4.9米的宽度，将近5公尺。那会车也很容易，尤其农机进出也很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本来的水沟都是 V 型沟，很容易崩塌。现在改成 U 型沟之后，不但排水量增加，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水沟更加稳固，那不容易崩塌。因此呢，我想说，改善农民的农路，就是改善农村的高速公路，让农民能够容易的在这边不管从事生产，不管进出，不管开车，不管骑车，都是很方便的。所以这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施政项目。你好，是我们嘅欢迎收看8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员张世贤上午议会总议顺是起噗噗，伊除了关心白河市街中的恶臭污染，也澄清伊甲乡亲拢反对兴建。不过业者今年放话是支持用湿的数量加当增加，所以会中议员今日要求农业局讲好清楚，嘛要求政风处调查敢有多急。今年4月，靠近嘉义后壁地区对流分系发电旺盛，都有局部雷阵雨，嘛落起要5分钟的夜头雨。虽然一般民众感觉神奇，不过附近农地却白白受损。议员张世贤顶会期咧向市长请命，市长嘛表明要以天灾补助，结果到达拢无下落，让议员相当不满。你天灾补助办法你也唔处理啦吼。要讲农保的我讲咧装小的啦，迄个鞭炮的部分的所在去受损害尔，也唔全面性的。要叫遐用平均的，安尼这百姓拄啊迄也无，迄也无。市长机会搁互你解说。这个部分就是讲，这局长甲你报告的是中央的规定啦，中央的规定以外。咱也未到2成的时候，咱来想办法用咱地方来处理。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处理的方式、处理的经验，一定甲中央无法度共款啦。
所以但是就是讲，咱嘛是要去找一个经验，有一个办法，安尼这笔钱才开销会落去啦。赶快和议员起扑扑的是，为伫白河公园里，因为居民反对去饲鸡仔场，去年底就前往市府申请，甚至要求撤销执照。不过想袂到代志演变成业者放话是以大力支持，用食数量才当增加。毛议员强烈要求路环局要向乡亲交代，甚至质疑市府同意增加饲鸡仔数量是涉嫌贪污渎职，要求警方处调查。对此，市长嘛明确表示会严格稽查。迄人有抗争的呢，有抗争啊！你含业主协商，讲你加落去，你含加入去啊，去咧饲啊，你拢总无甲这当地居民甲伊讲，安尼你无渎职咯？起码佫互因俩讲误会，是因为无讲我的名，但是就是咧讲我，讲我互因饲的。甲议员报告吼，就是讲，阮会严格来甲稽查啦，事后的即个部分，就是讲未来要核准人要申请的时阵，阮会严格审查，袂使讲清彩都互过安尼啦。任何即个污染的部分，包括空气，包括水，包括加塞的即个处理的部分，无符合标准，随甲稽查。会后，路环局嘛发表声明，表示对这地民众订正以后，除了会同环保局稽查，嘛持续督促业者甲在地居民沟通协调，维护牧场甲周边环境卫生。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今年双十国庆伫总统府前，来自咱台南幸安宫顶3个传统艺阵将受邀车表演。议员彭一峰上午伫总日巡以文化历史的公园，要求市府一定要全力支持出团的经费。议员彭一峰抱着欢喜心，表示客人寮幸安宫金狮阵、七股树仔卡白叶阵，以及乌顶拿公主宫的金狮阵，这3个文化艺阵需要请到双十国庆表演，成为台南之光。不过面对10月7号就要上办御演的出团经费，和地方嘛是一大负担，所以议员这个要求文化局补助。对此，市长嘛答应将3团50万的经费搁再提高。台南市是文化起身的呢，是毋是讲咱若搁一阵30万，3阵嘛搁90万呢，都无100万呢，那20万嘛要60万尔，你用迄50万呢，3阵来分落去，要互冤家相拍呢。50万3间来分嘛是出不尽啦，咱学过算出的，无咱搁希望搁增加，互伊会当。大家平均安尼有即个费用，安尼敢好？好啦，感谢你市长。另外，针对环境顺治引发疫情的时机，以及面对外业家德角等问题，议员拢进一步要求市长重视。对此，面对境海使用条例修法，市长转述小英总统23号来台南的谈话，伊表示目前正伫立法院审议，互环境唔免惊有责任，也是警察用枪由国家来承担。即个警察警戒用枪的时机，一定是爱放宽的对吧？就是讲警察唔免惊讲，即个唔免惊讲会啥物责任唔敢开枪。讲总统的讲原文就讲警察用枪责任国家来担。但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面对台南有2位关键选举，议员柯志春伫总日巡关心后续经历边际甲不足的困境，同时针对日前河大雨造成临安路段等老旧部落出现积水，要求水利局要彻底改善。面对环境选举的比听唔甘，议员柯志春伫总日巡进前先甲所有官员默哀1分钟。随后，就针对第一线环境疫情的时机，面对外业界的反人外诉竟然无回应，行动得角，要求一定要尽速逮捕归案。加上警政署的统计，台南刑案发生率竟然是6都上悬，加上人力不足的困境，拢一一进行检讨。犯罪的情形一直在更新，但人力的问题怎么样
能够来补足。刑事比例我们为什么会6都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远景数，也就是分母小，所以相对我们的这个比例就相对高。我们现在目前也在盘点，因为785号解释文下来远景的服勤时数减少了，那相对警力当然是要增多。那目前警力补足不是说随时随刻的补，100多位缺额，我们也是在等这个年底选完之后的一个统案的调整就会尽量的争取中央来给我们补足。议员钟志顺都要用真侪时间来表达对警力加员警关心，嘛对着日前好大雨，担市临安路路段甲民权路等两区部落的严重积水，也需要动用警力来疏导交通，要求水利局一定要彻底找办法解决。对此，局长表示，目前正调向连通港甲抽水站的兴建，向中央争取经费来施作。咱的新闻顾问及杨顺怀采访报道。随着国内疫情病例增加，所以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王冠斌透过议员参选人童小云引荐，来关键国民党担市党部防疫物资，会中市长参选人嘉龙界执行长加议员参选人姚正玉龙校长肯定该公司的成行。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推估 ，BA.5 疫情可能在8月底，也就是9月初开始升温。面对这波疫情 ，Spencer 智能生意董事长王冠斌伫议员参选人童小云的引荐，特别联合德宝生态科技董事长林满足，做伙发起关键医疗物资的行动，望将这波防疫力气送到每一个弱势角落。在面对9月的新的疫情的开始，甚至10月，是不是会有疫情的更严峻的可能？我们很期待在这一次能够唤醒大家对疫情的重视跟了解。我们也非常的希望，社会各界也能够在这一波疫情下，借助所有的不管政府单位、民意代表，还有各地方的善心人士，能够一起来为市民的健康来做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帮忙。王董事长这次的抛砖引玉，让我们党部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也可以接受这个物资的捐赠，也谢谢他。因为长期我认识王董已经大概3年多，在长期他都一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王董事长真的非常敬佩的地方。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正旺特别感谢 Spencer 智能生意抛砖引玉，甲国民党做伙携手抗疫，扩大关怀。本次呢，他很乐意呢，把他的捐赠的一些医疗器材呢，来让国民党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捐赠工作。我们特别感谢王董事长，在他的企业成功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多大家呢共襄盛举抛砖引玉，让我们的社会呢更和谐，让我们需要一些资源的人呢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些企业家的温暖。童小云表示，台湾社会有无同的需求，服务团队愿将公益对象扩大到需要关怀各项事务顶面，帮助更多需要协助的弱势家庭以及民众。而伊也将会持续整合民间资源，帮助更多弱势族群。除了再次向 Spencer 智能生意表达感谢，也呼吁市民留意自身健康，一同平安度过疫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
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头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台市爱家管弦乐团今年公益巡回演出，这礼拜六27号暗时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今年因以迈向旅行甲世界民谣作为主题，欢迎民众退票入场欣赏。以声音乐做公益为宗旨，伫个中南部享有盛名的台南爱家管弦乐团，目前正积极展开公益的巡回演出。对台中、台南、甲高雄等偏远学校的巡演，其中的重头戏年度公演8月27暗时，将伫个台南文化中心来登场。今年的主题将以女性甲世界民谣为主。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有别于以往。我们先前曾经做过杨三郎、许时、百岁名旦，哇，非常民众非常的这个喜欢。好，那这是每一年都爆满。那么去年我们有这个文学与音乐的对话，那么今年呢，我们把主轴转向了女性主题，好，这样子，而且是世界民谣。然后我们是收集的包括像西班牙、阿根廷，哈等等的，那包括我们台语、国语都有。那以女性为主题，好来这个阐述这个女性在我们，尤其像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啊，这个女性啊，这个的贡献啊、伟大啦等等的。那么是入场方式是锁票入场啊，欢迎大家啊莅临欣赏指教。为宣扬台南爱家管弦乐团的爱家公益，现场包括议员詹培雅、台南市政府文化、教育等单位，
以及协办单位台湾手苗天团、人间道主审会等，嘛拢出席为活动来宣传。台南市今天就算是第24场，那在8月27号要在我们文化中心免费售票，而且我觉得谭老师跟甘老师夫妻为了这个音乐，把这个爱用音乐的爱讲给学生到偏乡的孩子，能够受到无限的关怀，是一个好的音乐家，我们应该支持他，也希望在他8月27号这一场的音乐会，能够受到我们台南市的人能够一个音乐飨宴来共享。我想我们一直在做文化推广的工作，那文化推广工作除了公部门之外，其实也很需要像我们守庙天坛也好，人间道慈善会啊，还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来帮忙。艺术的扎根永远不嫌晚。那文化的平权的推广，也希望能够尽量去普及，让整个文化艺术的享受能够普及到每一个人哈。那在这边也谢谢唐老师，也谢谢曾培雅议员一起再来把这一场音乐会再推广出去。我想8月27在台南文化中心也一定是最大型的一个演出。也是免费售票，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让唐老师的精神再次被看到。这届参与演出的除了台南爱乐管弦乐团，还有曼陀林乐团、新爱乐合唱团、风鸣合唱团、加神话国式的美声合唱团等，将近100人的演出，欢迎民众免费售票入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中世宗亲总会举办第3届理感事会议，全台11个分会拢组织伫咱台南市，为了互相联络感情，嘛要共同宣扬孝道的精神。台湾中世宗亲总会伫全台总共有11个分会，为了凝聚宗亲的力量，每一届拢会举办理感事会议，弘扬祖德。台湾中视宗亲总会因为看到大台南中视宗亲会的活力，所以特别将第3次理感事会议移师到台南市举办。这一次我们在台南来举办我们的第3次的理监事还有这个顾问的这个联席会议。那在这边大家很中心很热心的来参与，那尤其是我们的台南大台南张氏中心会又极力的来帮忙协助来把这个会来做的能够尽善尽美，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大台南算是成立就去年12月18号来成立的那个时候刚好我要下任之前，是12月26号，他说为了要给我面子要把这个成立赶上那个我要下任那个12月26号，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台南做得很好，成立很成功所以大家都很认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我们理事长第3届，他觉得我们大台南是非常成功，我都觉得这次来开这个第3届第3次的理监事会就来我们大台南来开我们张氏宗亲会聚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要弘扬祖德，所以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孝道，所以在这里呢除了荣誉总会长给我们的一些勉励之外，在这里呢，也很感谢所有的乡亲，从全国各地的，有从花莲、台东的来到这里呢，一起来呢讨论这个会务。那相信呢，今天呢这个会务呢，一定可以呢，在大家的讨论之后呢，张氏宗亲会能够更上一层楼。这届虽然是总会首次在台南市举办的大型会议，不过看到现场的规划以及活动的盛态，相信未来会有真侪宗亲活动，因此会选择在台南市举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8月24日中间台南电新闻，咱再会。